Zimon leje kung kang sa. Z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俺你做也，我住错，月球门扎萨拉，对切当波索门扎瓦月，月琴不得特别，节在交通把月耶。弟弟俺去罗子间呢，别觉第个家他们买一笔娘的啦，娘的罗些。Lo tu cho. Nga ji sheri ka lo gon jene. Derin ka no den zo la lo yun shi shi. 别家对个，藏戏。那时候，雅鲁藏布江上没有什么桥梁，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在野马脱缰般的激流中，许多试图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于是，年轻的僧人唐东杰布许下宏愿，发誓要架桥为民造福。一无所有的唐东杰布招来的只有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传奇：唐东杰布在山南琼结认识了能歌善舞的7位姑娘，组成了西藏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随着雄浑的歌声响彻雪山旷野，有人献出钱财，有人布施铁块，有人传来粮食，更有大批的农民工匠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来到另一个架桥工地。藏戏的种子随之撒遍了雪域高原，所到之处，人们为姑娘们俊俏的容貌、婀娜的舞姿、优美清新的唱腔赞叹不已。观众们惊叹道：“莫不是阿吉拉姆下凡跳舞了吧？”个弟弟，雅龙总部300米了，打破3米东站位装扮切进吹里，终于别过着卡路路人，总部干的别蒙出蒙不些，俺给主别总计也切门起，对位罗群个扎巴通通加别，回浪单里300正点，蒙出台湾个节当家校。就用没别通通加别，蒙比下面多哈切女，对位我才为当今的兄弟，通通加别老起兄弟呢，热恋嘎子了给别不蒙等动车呢，别节企图面对个粗把嘴，那么当当嘎子南巴节呢，去旅当家当，罗句我真插顿西呢，没那么粗糙给这个呢，就给啥接当，没给啥没西呢。nhằm tới 300trận. Hơi tuy cả kế ngõ công lý dùng là chạm này, giờ yến khen chị, giờ nội dân bà tổng hi, cho yến khen chị cho. Là liên rửa đi hiểm tế chị. Họ bà hình dụ bà mong bộ, khổ truy dịnh đồ này, 300 trận xa rê rê này rê rê chế tế. Bởi giờ tuy cả chị nhớ cả, công lý dùng là bê bà. Công tờ lê dùng, mà nằm chị bố mô truy dì tuy cả yến lý tổng. Dù kế chế cả đạp, hiện chế chế lỡ kế là hạ lê này. Nam cha aje lamo sala bani kala roa maya namse Garin da la ti chaji Ranchi thanye saba khashi yunda chi shi 野马脱缰，打破3米吞噬。切么那时候，雅鲁藏布江上没有什么桥梁，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在野马脱缰般的激流中，许多试图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高弟弟，雅龙总部300米了，打破3米东站位装扮切进吹里，终于别过着卡路路行。总部干的别蒙出蒙不些，俺给主别总计也切么起。但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野马脱缰，野马脱缰就是形容事物或局面失去了控制的状态。打破3米几把呢，小娃恭喜村镇协他没办接完了些。吞噬，吞噬就是指吞吃、吞咽的状态。
切么几把呢？我不说不昂，恰从人们西比顿。语言文化小贴士：藏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剧种系统。由于青藏高原各地自然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的不同，它拥有众多的艺术品种和流派。西藏藏系是藏系艺术的母体，它通过来为藏宗寺深造的僧侣和朝圣的群众，远播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的藏族地区，形成青海的黄南藏系、甘肃的甘南藏系、四川的色达藏系等分支。印度、不丹等国的藏族聚居地也有藏系流传。藏系的藏语名叫阿吉拉姆，意思是仙女姐妹。据传，藏戏最早由七姊妹演出。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座下用这些。野马脱缰，打破沙漠，吞噬。切么？那时候，雅鲁藏布江上没有什么桥梁，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在野马脱缰般的激流中，许多试图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高地段，雅鲁总部300米了，打破沙漠东站为壮巴接近村里，中一边过着卡路路线，总部干对边蒙粗蒙不些，俺给周边总体也切么起。老主错，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5个加一诺，切么几比他年的工人。A 吞噬，连地所，年真的建筑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乱菜奴的用下金的啊。那时候，雅鲁藏布江上没有什么桥梁，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在野马脱缰般的激流中，许多试图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于是，年轻的僧人唐东杰布许下宏愿，发誓架桥，为民造福。一无所有的唐东杰布招来的只有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传奇。唐东杰布在山南琼结认识了能歌善舞的7位姑娘，组成了西藏的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随着雄浑的歌声响彻雪山旷野，有人献出钱财，有人布施铁块，有人送来粮食，更有大批的农民、工匠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走到另一个架桥工地。藏戏的种子随之撒遍了雪域高原，所到之处，人们为姑娘们俊俏的容貌、优美清新的唱腔赞叹不已。观众们惊叹道：“莫不是阿吉拉姆下凡跳舞了吧？”老主错，带领个路者参的人就业，大出马demo起demo。